即摆无种无人咧煮啊啦，即摆炸顿都无咧煮啊，搁点心，炸顿都无怎啊吃啊，搁点心。来，吃宵夜，吃宵夜。点心来啊，点心来啊！阿妹放倒位？来，这家送来。哦，对。吃沙米粉。来，炭烧哦，来你拿底，其他人拿底吼。来。我讲的啦。后面有某囝见地，你讲无就准备落去中央人送我去。几啊年捌安尼啊吼？几啊年啊？煞伊就是做番薯泥，番薯泥配酱菜啊，吼，大家就安尼哇喜喜欢欢呢，足欢喜的，就是煞拢食这顿安尼，就像一个大家庭。那就一个大家庭。刚会煮的宵夜拢无同。不一样，有当青泥，有当番薯泥，有当就是讲老师讲的茶米粉啦，无就煮大面啊。有人种第一个无？有。讲到食就真破香。母母饼啊，因为母母饼生死上忝啊。有。我们是要卸妆嘛，咱按卸妆嘛，卸妆咱比较吃。较早毋是拢混血班，按两哪食，按有诶去变菇。对，那是去远咯。咱是来是食饱来个人算计。你若讲咱去增加，就是2天3天啦。就是食饱就是要混血病。食饱混血病。落去仙姑啦。这身躯有时啊，着叫牌咧，恁可能较唔知影。一间尔爱叫牌。一间尔叫牌。若较早煞的人，着较早真因到名因下一个拢老母定调，老爸定调咧。阮较早来台，可怜的咧，窗仔面窗摕毛尔，你睇等人洗袂出来，你知无？啊，咩哪有烧水？无，你大灶的人煮点心煮了吼，都爱水，都爱热。热吼，但是爱有规矩，养水起来的人爱搁甲人抽水落去，后壁的人要来洗才有通洗啊。你袂当你甲人养起，内底就无水啊。你甲人养起来，爱后壁的人爱负责抽水落去。会有人的兄，就是一个总铺姆啊。不管你少年老，若是咧煮饭的，拢叫做总铺姆啊。总铺姆啊。伊负责煮饭的嘛，真艰苦，伊爱买菜。就爱搁分菜，为了食公司菜，4个人一道嘛。4个人一道。较早搁有4个人一道，毋是煮大鼎灶，互因家己去。无咯，你哪会使安尼？搁比讲，你戏班有40个来讲啊，4个人一道，4个人一道，伊就碗仔拢甲你分好，一道的菜。可能你甲啥物人合一道，就固定的嘛吼。较早有固定的。固定的，你甲什么人一道一定的，你就捧恁的菜去食。叫做公司菜。公司菜。大叫小有蔬菜。大叫小有蔬菜。蔬菜啊。蔬菜伊家己会当去买肉来分啦吼。伊有伊的白鱼囡仔嘛，对比的身躯边的囡仔咧学鱼，咧学这个真心的吼，伊去煮嘛，摊公司菜做伙食。上歹命就是遐囡仔，逐个食饭收碗机啊，咱咧忙洗衫。若要学人的功夫吼，就交大叫小吼，来洗衫吼。煮面就陪煲。煮面这爱若爬起来，就紧去家捡被单。较早阮咧老师就手爬紧，袂使甲泡。对啊。啊，甲对调的。是啊，对调。即摆囡仔无啊啦，即摆无迄落啦。即摆囡仔好命，惊伊毋学啊。对啊。咱即摆伫咧教吼，惊这囡仔毋学啦。较早哪有通安尼？点心食饱，我洗咧，面就会泡煮了，看老师要徛伫遐，你就老师后壁要困了进来。去学，讲拍2个才会甘愿要走去困。对啊。敢无做无好势，戏煞老师咧叠的，
就是搁去台顶夹呢。啥无？随叫随教。你现落大伊就现白冰了，你是咧做啥？伊就徛遐等你啊，徛遐等你，徛遐等你入来，你入来。伊拢嘛少紧紧咧甲你上，看你安尼做。看你出来做无好，你入来买冰，伊就出甲你说你，这是咧做啥呀？对啊。我是看出来囡仔啦，对过对过啦。他们一直无人练啦。你嘛话，他现在囡仔咧学可怜，实在比咱较早较享受啦，但是我感觉是真可怜，因为无物件，因真正无物件啊。做3年啊，嘛，咱较早2年无回山，咱就拍。强迫中奖，你就是一定爱过爱过啊！现在囡仔是要有力回家。哦，是真的演了，老师真的演了，是吗？不用演呐。说演就是演了啊，犹豫啊。我着芳好，大家拜拜喽。我着芳我讲，别人是芳我头。迄后家骗我讲，伊是笨蛋啊！迄结婚必上啊！好啊，好。结婚啊！结果无只古早面啊。好。有三种咩？你今日做只就古早面啊？我拢一地咧做啊，